好，嚟到愛海頌呢個5年嘅半新樓咧，同大家介紹翻呢一個咧2房嘅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實用面積507尺，咁可以睇到我前邊呢一個嘅廚房，開放式廚房咧，咁就做翻一個咧長形嘅台嘅設計。咁如果有朋友嚟到呢個單位咧，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咧品酒同埋咧食飯嘅空間。咁上邊咧，我建議大家咧都可以做翻一個咧酒櫃，咁咧就好似一個咧特色嘅吧台啦。咁見到櫥櫃、雪櫃都一應俱全，咁亦都有洗衣機。咁咧望翻呢一個嘅單位咧，咁外望一個開揚嘅景觀。咁見到依家陽光非常之豐富，亦都咧望翻通州街嘅公園，係一個永久嘅開揚景觀啦。好，咁跟我入嚟睇下房間啦。咁第一間房亦都做翻一個長方形，咁可以擺翻床咧、衣櫃咧都有足夠嘅空間嘅。咁睇翻主人房，咁咧亦都係非常之寬闊。呢邊咧亦都可以做翻一個大嘅衣櫃，係啦。咁我哋特別咧可以望一望呢個單位嘅外邊，咁亦都做翻一個咧分體冷氣嘅一個咧機槽。咁咧如果需要更換分體冷氣機嘅時候咧，亦都唔需要搭棚噶啦。好，咁入到嚟呢個單位嘅廁所可以做翻咧，見到係呢一個雲石嘅設計，咁咧裝修都係非常之美觀，亦都係實用噶。咁亦都可以見到呢個單位咧，係做埋一個咧浴缸嘅設計。